不管是用传统手画，或者是用电脑、平板来创作的作品，台南社区大学大江分校网家班的指导老师齐撇官，让教学生对无教有一步一步完成画图的心愿，甚至让因的功力愈来愈强。包括赖贴图嘛，成为因学习的历程。即家伫华美工学鸟头角文创工作坊的协助，提供空间予师生办展览，成为网家班成立以来首次对外发表，予学员满满的成就感。我们会找我们自己想要画的题材跟老师讨论。那因为我们上学期画的是台江有关的文物或者是景点这样子。那像有些人喜欢虱目鱼啊，或者是炮台，或者是市草，那我们就会用各种的方式去表现。跟老师学习，然后在不断的练习之下，我觉得，我的平板的那种技巧有明显的进步。老师教了蛮多，像一些那个姿势啊，还有一些表情啊，因为我之前比较不太会画，对，然后就是而且老师也可以教完整的作品，对，他帮我们修改图这样，艺术对外参展的感受，第一次对外参展的感受，还蛮开心的，谢谢老师。以花蕊、美食甲台语歌谣作为创作主题，一直是老师所指导的重点。同时，课程嘛用于台江历史风情，伫第二届出版过网架绘本，希望更打进在地人文。虽然这届认定只有2位学生，不过学员对小朋友一直到退休的长辈时代拢有。希望透过展览，吸引更较侪有兴趣的民众加入因的团体。我即届的展出的主题就是台南的花蕊、台南的食物，还佫有台语歌谣，这拢是阮平常时画图的主题。我即届伫遮展出的，阮平常时阮同学的作品和学生作品。阮上课的时阵用手绘的、平板的都可以。所以呢，你若是平板爱好者也可以跟我一起加入我们漫画创作的行列。那我们创作的地点是在台江文化中心旁边的台江分校。欢迎大家有兴趣的同学一起来加入我们。该展览将到1月27号为止，也请大家把握机会前往观赏。花石物语，欢迎大家来参观。台南新闻古文集何乔芳采访报道。